我姐姐在那个之前她工作的地方买回来的奶瓶蔬果洗节慕斯，我刚拿来洗葡萄，我阿妈给我的，就是我妈妈给我的，要给我儿子吃的。然后我现在在这一家的空心菜跟那个小白菜超喜欢的，因为超级干净。我最讨厌那种菜买回来整个沙子沙到不行，然后要清很脏的那一种。这一家的老板超推，他洗的超干净，每次一来，哪怕没有洗都感觉看起来超级干净的，尤其是针对有洁癖的我，所以我就稍微用这个，对，那个叫什么？奶瓶蔬果洗节慕斯洗洗啦，谢谢我阿妈给我的葡萄，要给我儿子吃。菜菜肉肉豆腐乌龙面煮好喽，台风要来喽，吃晚餐。这个是今天晚上要出货的，谢谢你们哦。你的错。